喺6月10號嘅時候咧，太古城廬山閣一對母女咧，疑似因為教育問題咧發生爭執之後咧，最後啦母親咧就做出咗一個輕生嘅決定啦，當場咧就墮樓身亡啦。當時咧12歲嘅女兒咧就目擊晒成個過程啦，並且報警嘅。最後啦，亦都係當晚咧同一個大廈入邊咧就選擇咗輕生啊。大家好啊，我係 Case 啦。咁呢個頻道咧會講一啲社會時事熱話啦、動物議題嘅。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留言啦、訂閱、點讚同埋分享，多謝大家。咁我哋開始今日嘅話題啦。太古城咧有一對母女咧就相繼墮樓咁就過身啦。喺呢個6月10號嘅晚上咧7時21分啊，警方咧就接獲呢個太古城啦廬山閣嘅一個保安報案啊，咁就指啦有一個女童咧就從高處墮下，倒卧咗喺平台嗰度啦。咁救援人員到場嘅時候咧，發現啊呢個12歲嘅事主咧就當場不治啦。消息就指啦墮樓女童嘅母親咧同一日嘅早上咧，其實都喺同一棟大廈嗰度咧就墮樓過咗身啦。由該名女童咧揭發啦，並且報警啊。咁現場可見咧一名男家屬就到場認領啦。咁五公咧隨後亦都將咧女童嘅遺體啦咁就送去殮房嘅。警方亦都指啦現場咧就冇接獲到譬如遺書之類啦，需要啦驗屍咧先可以發現到咧女童有啲咩事啊。一開始嘅時候咧，其實係由警方啦接獲太古城廬山閣咧一名12歲女童嘅報案嘅。咁當時咧就稱佢媽媽咧就墮樓咧，咁就平台嗰度就倒卧啦。救援人員到場之後咧，證實咧呢位姓黃嘅女士啦，48歲嘅女戶主咧就當場不治啦。人員經初步調查之後咧，相信啦黃女士咧就係由上址嘅一個單位嗰度墮下嘅。咁警方咧未有喺現場嗰度咧就揾到遺書之類啦。據了解啊，呢位黃婦咧早前就同個女兒咧因為教育嘅問題啦就發生爭執啊，之後咧就自行入房啦。女兒後嚟咧聽到媽媽咧喺房度大叫，入房之後咧就唔見咗媽媽嘅蹤影咧，就喺窗戶嗰度咧見到媽媽已經倒卧咗喺樓下嘅平台，於是就報警啦。估唔到咧女兒咧亦都係晚上咧叫做同樣地係墮樓亡啊。事件咧其實都突顯咗一啲家庭製造嘅壓力啦、心理健康啦，同埋而家現時咧社會行之有效嘅所謂支援系統嘅一啲脆弱性啦。我都會嘗試用幾個唔同嘅角度啦，或者討論嘅框架啦，咁去同大家討論一下呢單案件嘅。首先啦，事件上面咧可以反映得出香港咧教育問題咧或者教育制度嗰個壓迫性啊。香港咧升學嘅壓力啦或者個競爭咧都激烈啦，而小朋友咧正面對住一個升學嘅壓力啦。特別係有陣時家長咧要背負住工作啦同埋家庭之間咧兩者嘅雙重壓力咧，咁容易咧導致到一啲情緒嘅崩潰啦。住得咧喺太古城嗰邊咧，相信咧都叫做有少少錢啦。社會嘅資源啦，對於呢個階層嘅人士咧足唔足夠咧，就未必足夠。而正個心理健康啦，或者危機介入嘅角度去睇啊，明明咧嗰位女童咧已經曾經係接受過即送過院啦，接受過一啲心理科啦，或者一啲專家嘅接觸啦。事情發生之後啊，父女咧就曾經到咗醫院咧，叫做處理情緒啦，亦都有社署介入啦，叫做啦有啲社工咧去進行一啲個案嘅跟進啦。但係翻到屋企咧15分鐘左右咧，女童咧就已經發生一個咁樣嘅命案啦。其實啦，目睹母親咧過身嘅啲創傷係極為嚴重噶啦，喺一個咁短時間嘅支援咧，其實足唔足夠咧？醫院也好啦，社署啊，學校又好咧，所謂嘅危機介入嘅流程咧，究竟有冇一啲漏洞咧，或者有冇所謂嘅漏網之魚咧？而喺呢啲事情上面咧，最惋惜啦，其中一樣最令人惋惜嘅地方咧，就係嗰位咧墮斃嘅婦人咧，生前嘅時候咧，曾經喺一啲公立醫院入邊啦，任職醫護心理服務嘅一個社工啊，即係其實佢自己本身啦，都係從事一啲社會福利嘅工作啦，本身咧都係負責提供一啲心理嘅服務啦，但係自身咧都陷入一個絕境啦。咁所以咧，其實有陣時我哋都要諗翻啊，就係譬如前線嘅社工啦、醫護啦，個工作量大啦、資源不足啊、人手不足短缺啊等等嘅問題咧，其實我哋對於呢啲專業嘅人士有冇足夠嘅一啲心理支援咧？畢竟平時咧翻工啦，都可以想像到日常工作嘅時候咧，都可能會吸收咗好多一啲負面嘅能量啦，或者都會多問題要去面對或者處理嘅。咁當要處理咁繁瑣啦、咁多問題嘅時候咧，咁可能到屋企同個女兒咧都會有一啲爭拗啊、爭執嘅時候咧，會唔會一時之間咧就情緒波動得太大啊？其實啦，面對呢啲問題咧，都真係要加強一下咧各方面嘅協助同埋教育啦。首先學校方面咧一啲
對學生啦，或者對教育方面嘅一啲心理嘅教育啦，或者幫助啦。咁另外啦，譬如一啲可能親子嘅溝通嘅橋梁啊、工作坊之類咧，其實呢啲都係要去處理啦。畢竟個小朋友咧當時啦仲係12歲啦，咁都可以係一個改善啦，或者係一個同佢溝通得更加好嘅一個年紀啊，就唔係咧可能叫大下咧大定咗啦，咁已經唔會再睬父母咁樣嘅年紀啦。所以咧的確啊，即係譬如可能你話社會福利嘅機構啦，又或者係日常嘅家校合作咧等等嘅，其實都係有一個協助啦，有一個需求喺度嘅。咁啊，對於無論係家長又好啦，嗰位學童啦，或者嗰位女童都好啦，咁始終咧香港係一個即係叫高度密集嘅城市啦，居住環境啊、平時樓宇嘅結構啊、城市發展等等咧、屋宇安全咧，呢啲係全部咧都係啲好高密度、好節奏快嘅一個生活同埋一個城市啦。咁變咗呢啲嘢咧，全部咧對於一啲心理健康啦，或者日常嘅生活上面咧，都會有一個唔係太好啦嘅影響啊。呢件事件咧都叫做引發咗一個社會嘅公共關注啦。咁有市民咧亦都有到場去送花啦、去哀悼啦。而女童咧，其實咧喺揭發咗媽媽啦叫墮樓之後咧，都曾經送往呢個東區醫院睇過呢個心理服務科啦。咁婦人嘅上司咧都係一啲註冊嘅臨床心理學家。事發之後咧，其實亦已經前往過呢個東區醫院咧見過女童噶啦。咁同埋咧，其實當時咧社署咧亦都有派員啦去東區醫院嗰度咧就即時介入去接觸女童啊。但係對於一個咧12歲嘅女童嚟講啦，可能受嘅打擊咧實在太大啊，同埋一時之間咧，可能一個年輕人啦、小朋友咧，其實佢都冇辦法、冇能力咧疏導到自己嘅情緒啦，亦都冇辦法咧去同個社工咧可以交代得太多自己嘅一啲，譬如感情啦，或者諗法啦，當下有啲咩嘅煩惱啦、痛苦啊，又或者係佢嘅傷感啊，其實好多時候咧，好多情緒喺嗰一下咧都未可以反應到過嚟啊，而可能啦，當時社工咧一時三刻之間咧，亦都鬆懈咗啊，畢竟咧即係可能都有埋父親去隨行啦，咁都諗住都冇咩噶啦，咁要翻屋企噶啦咁樣，咁但係就估唔到會發生一啲連續嘅慘劇啊。其實啦，事件上面咧都可以反映到咧，即係香港嘅一啲學習啦或者教育嘅壓力咧，呢個問題啊，其實即係叫做都維持咗好多年嘅，持續咗好多年噶啦。咁其實我覺得政府也好啦，教育局也好啦，其實係真係有責任咧去面對即時啦呢一啲趨勢嘅問題。咩意思咧？就係話點樣可以即係降低翻啦嗰個學童咧一個輕生嘅呢個率啦。過去嗰咁多年咧，其實香港嘅學童咧輕生嘅數字啦同埋比例咧都高嘅。咁所以我覺得真係政府也好啦，或者係啲專家也好啦，其實真係要諗計啊，點樣去減輕翻呢個社會嘅壓力啦，甚至乎係叫點樣去減輕翻個學童啦、升學啊等等嘅嘢咧，父母等等嘅咧加埋去俾個學童之間嘅家庭壓力啊。如果唔係啦，伴隨住我哋社會嘅進步咧，呢啲慘劇只會不停咁樣發生啦。今日嘅影片就講住咁多先啦，多謝大家，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